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请咱用手机来切无声，也是用迄个震动的哈。即时，请咱闭目心，三脚来敬拜上帝。恁着学罗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着学罗耶和华。我一世人要学罗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学罗我的上帝。咱三脚来吟圣诗，圣诗第38首，圣诗第38首。学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快乐拯救，你着学罗尊崇。听去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38首。请咱游玩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经的头前第13页，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是第死埋葬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第二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
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今日要念的是启应文第2，也就是诗篇的第1篇。伫咧后壁999页，牵着咱三个来启应。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邪僻的路，无坐褻渎者的位。即款人是福气。伊爱无上主的律法，迷恋昆学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鸟是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一切拢圆满。歹人就毋是安尼。伊是所靠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义人会中罪人行袂了。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歹人去袂无一条路。请咱头三个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一礼拜的看顾甲保护，互阮伫安息日会当来甲教会敬拜你。你是阮闪避的所在，是阮的石盘，阮的盾牌。阮伫你的话中有仰望，阮要日日三思你的话。阮要感谢你，阮要学罗你。阮所做的所行，拢爱合着你的旨意。虽然面对着疫情、气候变迁、总共的经济老态、欠水搁欠电种种的问题，但是阮知，只有倚靠你，才会当安然自在。阮求你，阮的作为若有歹所行，求你赦免，求你甲阮改正。伫咧教会无牧者的期间，求你看守兄弟一同为着教会的事工合一，以谦顺、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愿你的信心引带合你下伊的牧者来牧养，也求你看顾今仔日无来教会的兄弟姊妹，求你甲因同在。阮也请求你甲陈牧师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是主啊，我祈求你。
我要用欢喜的声音呼噜你，你是我的主，我拢免我路，我伫你面前欢喜。我的心阮对你，你的手扶持我，你的慈爱的风声我你，你的慈爱的风声我比。真感谢信歌队用因水的歌声来带咱来敬拜，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路加福音第6章43到45节，和合本是87页，现在中文正是103页，汉语版的是73页。因为无有好树结歹果子，也无有歹树结好果子。因为逐丛树对伊家己的果子来捌伊，刺皮内无人挽，无花果；草刺内无人摘葡萄。好人对伊的心所结出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结出的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喙就讲出。以上愿上帝听从伊的话人。今仔日上帝透过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生命的根基，请陈牧师。咱上下头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上帝，阮要满心学乐你。阮来到伫你的面前，就是要来追求主你的心，因为你的慈爱极丰盛无比。阮少年上帝你极大的听从，互阮遮清英教育。要互阮的生命得到丰富。亲爱的主，原在阮若离开你，就袂当做什么，所以我要结连伫你。恳求主赐阮帮助阮，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常常来定根伫耶稣基督，甲主结连，甲主同行。通过今仔日，你赏赐阮活命话。互阮搁一摆深深体会，也刻条伫阮的心内，行伫阮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款式。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哎，姊妹大家平安。咱搁三甲见面啊！我也相信，咱兄弟姊妹的确每一礼拜日拢真。较无来教会做礼拜有啊无？有。你知影无？昨暗我甲我的牧师娘，阮食饱了，就伫遐开讲。伊就讲，伊足兴奋的，明仔载要做礼拜安尼吼。因为我是有敬老我即摆坐车拢免钱啦就三声无奈啦三声有幸啦不过伊还袂。伊今年才60岁伊阁减我7岁所以讲我若缀你出去拢爱开车钱，算袂好，所以拢伫5个教会就近啦。伊今仔早起起来，佫甲我讲伊敢若囡仔时阵迄款足羡慕要去做礼拜迄款的欢喜啦。
我讲安尼真好啊，安尼就亲像咱倒转亲像囡仔的款式，囡仔时代，咱若到礼拜日，哇，穿水水，毋是叫推推啦安尼真欢喜要来去教会做礼拜我相信咱兄弟姊妹嘛应该保持这款的心今仔日牧师要用拄则咱读的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43节到45节，咱嘛真熟，这是耶稣咧讲的一个譬喻。我用一个题目叫做“生命的根基”，伊讲到树甲果子迄个关系啦所以，大生，我想咱住伫台湾，台湾是毋是一个美丽的宝岛？你有感觉无？有啦那荷兰人来到伫台湾的时，伊讲啥物？看到台湾这个土地，佛摩萨，什么意思？佛摩萨什么意思？美丽之岛，所以就高雄一个美丽岛，有无？迄是一个纪念美丽岛十字写伫迄个所在所以迄个车站就号做美丽岛。啥人叫做美丽之岛？其实台湾土地无介大，几平方公里？甲咱小考试者，36000对无？平方公里嘛。咱是足长个，亲像番薯共款。其实咱的山有海，有溪水，有树林。毋过上重要就是咱的物产真丰富啦。咱若捌出国过就知影，你若去新加坡，一年带囡仔去新加坡，全家拢去遐旅游，才知影讲哇，新加坡所有的物件拢爱进口，包括要食的果子、水果，因家己无生产，所以来仰赖爱靠着外来遮的物产，才会当互因得到饱足。毋过咱台湾无共，你若看咱台湾四季有人讲四季如春你特别是咱的果子就好了咱台湾人讲水果叫做果子啦这个时阵，什么果子上潮时？有啊。我真爱去迄菜市啊呢你看我虽然是查甫人毋过我真爱去踅菜市看人即摆咧卖啥物件。什么较俗？所以我嘛算达人啦迄个贵的你着他妈毋好吸，贵咱就莫食，忍一下。若大出的时阵呢，再来买就好果子，有人讲是爱食饭前食果子，还是食饭后？甲咱考倒看款情形啦看款情形所以任何果子，我相信咱逐个人拢真爱食我即摆就带咱来去游览好毋好？好，咱来想象者因为我无拍迄个PowerPoint啦我捌到过台南咱遮有人台南人无？有无？台南市、台南县拢好，拢无安尼到恁就无法度体会。毋过捌去过台南无？有啦，台南是好所在有山有水先带咱即摆来去山仔的故乡，倒位玉井，捌去过无？毋捌咯？哎哟，即世人一定爱去啦有当时毋免出国啦，台湾你都踅袂透好，玉井叫做山城，伊是伫即个然后伊台南市区开车差不多1点钟就会到入去到玉井时，有一个大粒的迄个什么山药山药佫分做什么？土山药，佫来咧爱文，佫像金红对。啥物山药上好食？有人讲爱文啦但是我上爱食土山药。我伫太平间咧牧会时，有一个真好同工叫杨英敦牧师，伊迄阵伫玉井教会咧牧会。伊逐年的暑假，因为热拄啊着时啦，伊拢会载一箱山药来送我。
啊，然后吼，甲我交代哦，你若食伤济，还佫加什物物件？化报纸，无惊你会中毒，吼，食伤济无好安尼啦吼。啊，因为迄酸啊吼，我拢着较要食的，我着放伫冰箱。啊，每一工中昼时吼，食饱3粒安尼。食饱食3粒啦，恁听到是？食饱先3粒啦，吼。你捌听过人迄有一个阿伯啊有无？啊，食药啊，咪啊敲电去甲医生讲啊，医生啊，你甲我讲食饱3粒，我算算嘛，这几十粒尔。要叫我一摆食一饱3粒，咁无啦，食饱食3粒啦，吼，饭后啦，吼。啊，所以我就食饱，就食3粒，吼，心凉脾肚开啊，足好食的，吼。所以你若爱食酸啊啦，吼，爱甲冰起来，吼，即摆酸啊无俗呢，嘿，迄一粒金凤爱偌济，你知毋知？要上100块呢，正百有当几啊百几块拢有。我看到遐价钱，我都毋敢食吼，就忍起来，干那用欣赏就好啊，吼，望梅止渴啦吼。啊，不过这是玉井，因为迄个所在，吼是出产地。啊，咱知最近台湾的农产品，互中国安那甲咱制压吼，甲咱抵制啦吼，歹互咱进口。啊，所以咱知啊，鼓励咱家己人食咱家己出产的物件吼。好，这是玉井啦吼。好来，即摆带咱来去东山。宜兰有一个所在叫啥？嘛叫做东山吗？叫东山啦，东过山无共啊，发音无共啊吼。啊，迄个台南迄是一个，咱若国道3号会经过。东山出产什么物件？东山鸭头。鸭头吼，我就知咧。咱今日无要讲，咱要讲果子啦。不过你讲到鸭头吼，我嘛想到一个故事啦吼。讲有一摆，有一个牧师受邀请去教会一个团契，也是圣歌队演讲啦吼，去分享。啊，即摆演讲要煞，牧师通常拢会安怎讲？请鸭头来祈祷。叫牧师准备要祈祷啊！伫迄个座位有一个兄弟就出声祈祷安尼啦。牧师想讲好啊，你甲我唱要祈祷，就互你祈祷安尼啦吼。这祈祷煞，牧师就问讲：这兄弟啊，我要祈祷，你若甲我唱祈祷。讲牧师，我怎奇怪？你若知影我的绰号叫做鸭头？哦，原来误会啦。啊，不过东山的鸭头确实好食，嘛是真出名。不过我今仔要讲的是，东山出产一种的水果叫做什么？龙井。对。我吼囡仔搁足细汉时，我转伫台南，啊若休做我就带因吼出去行行，啊去到东山。你知影无？迄沿路拢种龙井树，哎呀，无迄个围篱笆啦，吼，拢无围起来。你只要车停咧，迄个龙井拢安那，足大趴，足大粒，吼，迄看到就想要安那，慢来食啦。我查囝吼，我两个查囝就讲，爸爸，我要吃龙眼。讲好啦，毋过吼，这有人种呢，这毋是观光果园呐，吼。啊，这有主人，咱袂使讲慢来食。哦，他伫咧好啦。哦，我要吃了，我要吃了。讲我伊要食啦，我得害啊，要安怎？啊，找无主人啊，只好安那，甲上帝祈祷，主啊，你赦免我。吼，啊，阮查囝就要食吼。啊，所以啊，要创啊，去共头挽，吼，迄摆吼，我罪恶感真重。毋过吼，咱台湾有一句话讲，头挽的果子安那。哦，恁讲的哦，安尼捌头挽过，确实好食呢。吼，安那掰开吼，迄肉边阁有汁，一喙煞一喙了。吼，迄边阮查囝食甲足欢喜的，毋过吼，我的罪恶感很重啊吼。我到即摆拢一直甲上帝求赦免安尼啦。第2年阮阁去，都无共啊哦，毋是安那无，嘛是共款龙井。大出，毋过龙井树吼，甲顶年无共，
因为伊树仔佫挂一个保特瓶，内面有滴水，毋知是水还是液体啦。然后边仔写着讲，这丛龙井树有农药。你敢知？可见吼，毋是教我头发尔啦，一定足侪人为遐经过了啊，顺手嘛。迄个伫你的边仔样，手挽了，你也免爬树哦，手甲伸去你就挽就对了。所以一定诚侪观光客吼，到迄个所在，可能岩挽来食。啊，主人为着要防止讲哇，伊的龙井去互头挽去，这个我嘛看到新闻呢，真正种龙井的人，拢有人咧头挽去食。啊，所以吼。迄主人拢会想尽办法安尼啦吼，佮整监视器，吼，啊看有人咧偷办无吼，啊所以迄摆我就查囝讲，我们不能偷摘了，怕吃了有毒哦，食了若有毒吼，颠倒还爱看医生吼，哦，因就听话讲，你们咱若爱食，咱来去菜市仔买，来去水果摊买啊吼。好，这是东山的龙井吼，后来佮带咱来去这个关庙。关庙出产啥？旺来啦吼！刚才恁无讲，这个关庙面，有影嘛是关庙面嘛真好食吼。来，旺来哦，啥物较好食？你知影咱旺来酥咱有啥物做？土凤梨。不过即摆旺来吼，咱的农业实在是真进步啦，改良搁再改良，所以有编号呢，编几号甲几号。啊，用编号来，比如讲有旺来色茄，就是讲有旺来味的色茄，啊有色茄旺来，啊有牛奶旺来，啊佫有啥物金钻，哦，即摆旺来吼，一粒差不多100块啦，110块，哦，一斤差30块，你看我拢知影，哦，当着时，啊真好食，吼，啊毋过你旺来吼，毋好食伤济，会安那，嘿嘿，挂嘴啊嘛较解胃吼，好来。旺来好食，啊，买当做消化，伊有纤维吼。过来中秋要到啊，咱来去倒位？马刀，出产什么？文旦、油啊，吼。古早我的大哥当研务师吼，迄阵啊，有时有啊，可能还未出世了吼。捌倒过马刀，吼。啊，我以前嘛定去找大哥，吼，啊，就去食遐油啊，吼。啊，油啊，都爱食啥物才好食？老长的啦。哦，油啊真特别的讲，你的这个树愈久愈老愈久，所出产的这个油啊啦，更较好食，更较甜。哦，啊，这是真特别的所在吼。好来，佮带咱来去关田，关田吼，拢关田吼，关田出产什么物件？菱角，菱角是。水果无？有人讲是，有人嘛讲毋是啦吼，伊嘛是种的五谷啦吼，啊，会当食会饱吼，啊百合咧，莲子，对，过来，咱来去关仔岭，哦，洗温泉，会联想啦吼，迄关仔岭温泉吼特别无共，甲咱台北的阳明山的温泉是无共，伊是黏的啦吼。啊，高高安尼啦，乌色的，所以有当你说的吼，有当有假的呢。你有可能啊，你去六公买，你嘛是哇，这足好的。迄有诶吼，不孝商人就是安尼做啊。哎，毋过吼，关仔岭除了温泉以外，佫有出产柑仔。我有一年带阮的会友，太平间的会友，去到关仔岭教会，一个长老伊种柑仔园，伊就讲无事，即丛柑仔拢互你捌。你若捌的早就甲你做你捌啊，早好，逐个拼死命捌哦，哪捌哪食吼，啊佫有食佫有掠安尼啦吼，真正好食啦吼。所以互咱看见，咱踮伫台湾，实在是真福气。吼，有当时咱定来讲，食果子爱啦，爱拜树头呢，吼，饮水思源啦，啊较是有影。所以有一首歌谣叫做《毋通嫌台湾》。哦，这是萧泰然老师伊所写的曲，啊，不过歌词是一个诗人叫做林永敏先生伊所写的词。这首歌有讲到咱台湾出产什么？伊讲第二在所在吼，讲啊，要有产能，要有山，
果子的甜，五谷的芳，互咱后代食袂空啦吼。咱来欣赏这首歌好唔好？好吼，来，请咱的同工吼，把歌词放出来吼。我来唱互咱听，恁嘛当中间有一句吼，会当对我唱，吼，安尼才会大家有共鸣吼。好，我用清唱吼。拢总有30个歌词。第10是咧讲着讲，咱所徛起的土地虽然有较矮，总是通过咱的阿爸阿母因所付出的，要压落乡土满世界吼。好，我就来唱这30个歌吼。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咱若听祖先，请你唔通嫌台湾。过来，这句对我唱吼，甲我附和一下吼。土地虽然有较矮，有较矮，有较矮。土地虽然有较矮，有较矮，有较矮，阿爸的汗，阿母的血，阿落乡土满世界。咱若听行顺。请你唔通嫌台湾，咱若听行顺，请你唔通嫌台湾。也有田园，也有山，也有山两句，也有山，也有田园，也有山，也有山。也有山花枝的甜，五谷的芳，互咱后代食袂空。咱若听故乡，请你唔通嫌台湾。咱若听故乡，请你唔通嫌台湾。虽然讨谈无轻松，无轻松，无轻松。虽然讨谈无轻松，无轻松，无轻松。认真打拼。前途有望，咱的幸福袂输人。好，拍拍手。拍了无够大个啦。我顶有讲到，拍手是对咱有帮助，促进血液循环。来，咱搁拍一摆来。毋是咧甲我学乐，咱严根归上帝，毋通嫌台湾。我做这首歌就是讲，为什么当时梁淼先生要写这个词，萧太莲老师做这个曲，引起真侪人的共鸣啦。因为啦，当时咱台湾拄着危机的时，真侪人要移民啦，会走会走，会逃会逃，有无？做过咱中国嘛，一直军演吼。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佫走去中国，去创啥物？去求和，向木梳头壳。因为中国照常要甲你文攻武吓啊！我要甲咱讲，上帝甲咱同在，只要咱台湾人民，咱团结一致。有时咱会感觉讲，中国咱无国。伊虽然安尼甲咱恐吓，甚至讲要付出行动，我相信上帝会帮助咱，
所以咱免惊，咱只要挖过上帝，台湾一定会出头天啦吼。好，所以互咱看到台湾人真拍拼，无论做啥物工作，拢真认真。你知影无？我有当时啊，较暗的时阵想要食一个物件，咱台湾就遮尔方便啦吼。迄有诶卖果子，到12点还搁咧摆呢，你知道？所以吼，你若24小时，你是不是去出去拢有通食？啊，我着一摆甲迄个卖水果诶果子，甲迄个头家讲，哇，头家啊，你足拍拼。啊，早暗嘛，讲人来买，伊讲啊，着你着来买啊。哦，啊，我着罔摆，啊，着有人来交关安尼吼。所以问题就是讲，当咱咧食咧果子诶时，你敢知影即个果子伊诶树啊，伊诶源头生做啥物款？哦，比如讲西瓜就好，西瓜种伫倒位？有树啊无？无呢，伊啊住伫沙地、土骹，对不对？特别是海部，还是沙部、溪部诶所在，哦，风浪过咧，即摆风浪过介好食，哦，伊嘛是一个树啊，爱有叶啊出来会牵藤，哦，啊，然来结出果子出来。所以咱要看见果子树结出果子，伊毋是天然的呢，毋是自然就有啊呢，有人咧照顾。有人咧种植，毋过上要紧就是讲，伊经过好的栽培，伊嘛需要即个大自然、上帝咧照顾。所以咱圣诗有一条诗歌讲：出日落雨，拢是主所定啦；两项拢是花木所欠命，对不对？你看一丛果子树，伊若无日头，你甲照射会使无？袂甜，啊！若无雨水咧，嘛袂使。所以你若伤济，拢过头。风台若要来，咱这2年吼，风台拢无入来。有当时若风台要来，特别是中秋进前啦，吼，种油的人拢足紧张的啦，吼，要安怎咧？伤早晚咧，袂甜，袂食哩。啊！若无晚咧，去风台扫倒，哇！这农民哦，拢是看天咧食饭啦，所以吼因真辛苦。吼啊，毋过当因种出遮好诶果子诶时，要互咱看出讲，是圣经所记载，耶稣讲着话，咱照着果子诶好歹来认出树诶好歹。耶稣安怎讲？因为无好树会结歹果子，也无歹树伊要结好果子。意思是啥物？耶稣伫这个所在用树来代表人，用果子来代表一个人的行为甲伊的表现啦。所以教育的时间，咱定来讲百年怎么样？树人，咱叫做老师嘛吼。教育就是你像咧种树啊共款啊。你即摆可能看袂出伊以后会生做什么款，伊的表现什么款，毋过伊就是一个根本。你好好栽培，这丛树伊会大长。所以耶稣继续安尼讲，好人对伊所积罪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积罪歹来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嘴就讲出来。所以伫这个所在来讲到心甲嘴的对比，就亲像树啊甲果子，树就是根基。就是心是人生咱的生命一个中心，心嘛是咱的思想、行为、表达的根源啦，是咱人生活的一个hand道路方向盘。所以，好多人常常咧讲啊，你这人歹心肝啦，黑心肝啦，有无？咱之前有发生我遮个，迄叫什么？黑什么？黑心、黑心的食物有无？味全的啊，油啊，黑心油啊，为着要趁钱啊，甲伊难歹的物件，降低伊的成本，啊，结果咧要趁人的钱，啊，这是上歹的吼。所以古早人定来讲，你
这人歹心肝，就是你形容人的心真歹，恶毒要害人。所以咱俗语一句话来讲，心歹无人知，啊，嘴歹咧上厉害，对不对？你看有的人吼，出口成章，脏话的脏，吼，伊若无讲迄三字经吼，袂晓讲话啦。啊，就可见讲伊的思想拢一寡遐无好的。你心咧想啥物，啊，你喙就讲啥物出来。这是真直接的，所以就像讲人的心看袂到袂要紧，毋过喙若歹咧，众人拢知影。可见喙甲心是无法度分开的啦。伫圣经箴言4章23节安尼讲，你着尽心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啊。好啊，本身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咱的心真重要，心不是咧讲心中哦，是咧讲你的思考、思想。Your mind 哦，所以心甲行为、心甲嘴，拢是相关有关系的。咱知影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啊，咧拍招呼啦吼，也是讲咧讲请安，迄个拢无啥共款啦。见面的时，叫咱台湾人，咱若见面拢会讲啥物？即摆讲牛早是无？以前拢讲啥？食饱未？来问一句。是有原因啦，因为古早咱较散车嘛，有可能拄着战争啊，也是讲做农嘛吼，所以若食会饱，就表示啥物？你过了袂歹，所以食饱真重要，民以食为天呐。毋知问讲你食饱未？对无？哇，食饱啊，表示你安尼有平安，对无？即摆渐渐大家较丰富啊，咱嘛讲牛早。牛早，迄话困较逗，我咧讲牛早，所以咱若基督徒，咱见面的时阵讲啥？平安，有平安无？知，这变做一个口头禅。其实平安是真水的祝福，愿你平安，就是为耶稣伊过活了时，伊甲伊学生所请安一个祝福的话。愿你平安，所以这是台湾人的招呼，也是讲基督徒日本人是足重礼数因一天对透早甲暗时，迄个问安的话是无共的。透早爱讲啥？おはよう，若搁礼貌咧，搁加一个ございます，若搁中昼时呢，甲就是爱讲啥？こんにちは，咱遮有人日语真通的甲暗时咧，こんばんは，暗时安尼样要困爱讲啥？おやすみなさい，错礼数，对不对？你来看什么时阵讲什么话呢？不过韩国人就无共啊，咱遮有人做韩族无？我做少年人爱韩国看韩国片。我有交陪一寡韩国的牧师啦，因嘛会晓中文啦，伊也教我一寡韩国话。韩国人因请安敢若一句话对透早暗时拢讲共款，安尼好势哦，有无？我一摆我就甲迄个韩国牧师讲，我讲你们这一句安尼好势哦是学我们台湾人的呢，而湾台语哪有可能？我分析给你听，郭永明牧师啊，台湾新南医的老师，伊捌一摆甲阮上课时讲咱咧讲，这个人过了好无？讲你有好势好势无？有无？咱有安尼讲无？你有好势好势无？讲你有健康无？你过了好无？好势好势无？说韩国话讲安尼好势哦，安尼你有好势无？学咱呢？伊听讲够道理哦，所以后摆你若拄韩国人讲安尼好势哦，恁学阮台湾话有影，你看韩国人因真侪话甲咱真共，比如讲감사합니다，感谢嘛，感谢对无？伊是加一个哈密达呀，是咧，是你哈密达，真正啊，
啊，日本的嘛有啊，西武啊、西武啊，迄咪台湾话，哇，棒球队啊，西武啊，迄个台湾话嘛，所以其实这话拢有真共同的所在啦，后来，即摆我要来讲一个伫新疆啦，新疆一个无共款的请安的风俗，你根本就捌想过。当我看到这个报道时，哪有安尼？咱通常拢会用请安嘛，对无？结果咧，这个部落、这个民族伫新疆因见面的时阵，因无用讲话，喙暗要摕起来，伊嘛毋知咧，我倒无挂喙暗嘛，拢爱安怎，喙开开，舌吐出来，大家见面的时，怎样？看你的喙齿啦，为什么看人喙齿？看你喙齿是红的，还是乌的啦？你若乌的你这人歹人。迄有故事啦，因为原来伫古早时阵，因有一个统治者，一个王是歹王啦，拢剥削人民，欺负这些百姓，扣税扣真重，所以大家拢做痛恨伊啦，想要甲伊杀死，好不容易啦，真正遐革命者甲这个王者杀死了，甲伊心肝挖出来，什么色的？乌的，过来咧，是讲。佮甲伊字挂起来，字嘛啥，嘛乌色的，嘿嘿。所以要看一个人是好人啊歹人，你心肝看袂到啊，对不对？心肝歹无人知啊。毋过喙齿咧，吐出来就知影啊。这嘛有伊的道理呢。你若去中医互医生看，伊拢甲你看啦，来，舌头伸出来，看者，看你的喙齿是白还是有生一寡什么物件无？若安尼白色色个你对伊无好势。看你的喙齿，就知影你的身躯的状况，真准啦，所以这是新疆因的一个新疆因的一个咧看一个好人歹人的一个分别啦。毋过好人甲歹人，敢真正安尼看吗？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也是一个故事。毋过照耶稣所讲的，好人对伊心所积聚好，发出好来。歹人对伊所积聚歹，就发出歹，因为对心所充满的，喙就讲出来。各位，咱的心甲喙是相对应的，所以一个歹人，伊心内一定想什么？一定是歹，勒索、强压，贿赂，无就是洗钱啦。对吧？最近咱看宜兰县迄个县长，奇怪，伊咧用电话咱用王八机我真正毋捌听过，后来才知影讲有这个物件，就是惊去用监听啦。有足侪人头账户，迄个做啥？他们在咧洗钱嘛，所以一个人伊若心肝歹，所表现出来自然是歹嘛，结果伊。互人掌到了，讲这是政治迫害，袂要紧，咱这就司法来甲伊判断。毋过要甲咱讲，其实世间人倒一人讲我是好人，你感觉你是好人举手？无人，你拢歹人。你感觉你是歹人举手？无人举手，无你什么人？毋是人，哪害啊？你知道，原住民啦看咱汉人拢叫做啥？你知道？伊拢叫咱这个本地人叫做歹人啊。所以张安乐伊的绰号叫做啥？白人对不对？其实就是歹人意思啦。有影鼻孔了，无一个好人，因为上帝伫天顶咧看世间人，讲连一个行好都无啦，要安怎？是毋是咱都无愿望啊？事实上，咱其实咱拢是心，咱定来讲，咱想要做一个好人，像保罗所讲，主啊，我所爱的好，我无去做；我所无爱的歹，我反倒去做。
苦啊，我会做人，是不是呢？咱像活伫真矛盾的中间啦。不过兄弟姊妹，这就是生命的根基啦。咱来看，伫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伫迄个所在，耶稣讲要怎样会当好树结好的果子，就是在伫伊的根基。同款人的生命的根基是伫耶稣基督。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点伫我也点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啦。我就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要说这句话咧，甲咱讲什么？伊就是树，咱是枝，树必须要有枝啦。你看树啊，若无枝吼，伊敢会当结果子？树本身树块会结果子无？无可能。所以咱就是树枝，咱来结连伫树啊。所以你看葡萄树会结出葡萄，无花果树会结出无花果来，对不对？无可能会混乱去啦。所以枝是对葡萄树所生的，伊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什么？就是要结果子。所以这个枝必须要连接伫树啊，而且这个枝的本身要完全有树啊的性质，有伊的生命，有伊的工作。树甲枝袂当分开啦。所以耶稣讲：恁若离开我，就袂当做什么。所以基本咱常常结连伫耶稣基督啊。保罗定讲伫基督内面，有无 ？In Christ， 迄个 in 什么意思？毋是刚才讲伫内面尔定，迄个 in 嘛有迄个 trust 意思，信靠、信任嘛。亲像咱的囡仔，伊对爸母有信任无？有无？有，伊若伫爸母的胸坎啊，伊就安尼真好困，因为感觉真平安、真安全啦。有迄个倚靠。所以，同款咱信靠耶稣基督，就是结连伫伊，倚靠伫伊。基督徒爱完全领受耶稣基督给咱的生命甲能力。树枝你毋免看路，你要食什么，要穿什么，因为树会安那，会甲你供给你所需要。所以，咱就单纯降服、接受、倚靠，就无欠缺。所以 ，in Christ 就是点伫基督内面，全心全人来信靠伊，常常住伫耶稣基督内面，就要结果子侪多啦。因为只有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咱才会当结出果子，而且是要结出丰盛的果子。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个做民俗。即个比如讲要演戏啦，做小鬼头面具的一个师傅，伊咧工作时，伊拢真全神贯注啦，真专心咧打造一批即个剧团所定做的面躯啦 ，mask。倒伊咧工作时，伊有一个朋友来找伊啦，看到即个师傅讲，你人无爽快是无？啊，是你有拄着啥物代志？若面色较歹看，感觉伊安尼面相无好看。伊讲无啊，我伫咧工作尔。这样代志就安尼过去。结果3个月了后，这个朋友过来找这个师傅。这摆来看咧，伊安喙笑目笑，安尼面容真好看。伊就讲你是有喜事是无？哪气色遮尔好？这师傅嘛想想无啊，也无啥物代志啊，共款啊，我逐工就安尼咧工作，咧过生活。这个师傅就感觉真奇怪。我这个朋友3个月前来找我时，讲我面色遮歹看，今仔日来讲，你咧心情袂歹哦，气色真好哦，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后来想想我知啦。
原来3个月前吼，伊伫咧打造一批即个妖怪魔鬼的即个面躯啦。啊，魔鬼妖怪你捌看过无？用想的嘛，啊，青面獠牙啦，对不对？哇，刺牙牙，所以心内想拢是遐歹面相的啦。吼，伊若无安尼想象吼，免来拍会出打造会出迄个妖怪迄个面躯，人讲小鬼仔壳。所以吼，莫怪伊讲啊啦，迄面相拢足歹看。吼，因为伊心内拢是充满遮个思想。啊，即摆咧，今仔日伊咧打造啥物？一批天使的面躯啦。啊，所以就想象我天使拢爱啦，安尼花头喜面，喙笑目笑，真和蔼、真慈祥的面相啊。哦，莫怪伊的朋友，哎，你今来看气色袂歹哦，嘿。所以各位，你的生命表现怎样？你在伫你的根基啦。我会记我的妈妈，哦，就是有养到有信的阿嬷。伫我做囡仔时，我的妈妈拢甲阮教一句话，我永远拢会记。伊讲吼，你若咧心情无好、受气的时吼，一定啦，歹面相嘛。毋过若有人客还是朋友就来咱兜，你爱马上安啦，爱变面、变脸啦，爱变成啥物？笑面啦，吼。啊若无吼，毋知人来讲哇，你是啊扫着风台尾。我歹面相人看，对不对？哎，马上改变你的心情，你好欢头喜面。我想哪有可能？啊，都咧受气啊！咱常常咧受气拢啊，连别人嘛拢去遭殃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啥物？咱的性情，咱的个性，不管是怎样，咱都爱建立伫耶稣基督。你是不是逐工甲主同行，建立伫伊？哦。等下，咱要唱这首诗歌圣诗，咱来正做一丛好树，结出芳的果子，就是伫上帝园内，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心？来，你甲我讲看卖，咱大家看卖，是啊，温柔谦顺。所以我的查某孙吼。叫做柔谦啦，吼，哎，因爸爸妈妈要学这个名，这个名真好。耶稣基督的心，温柔搁谦顺。咱拢会当诚做，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是真温柔哦。温柔毋是讲无脾气哦，是用好报歹。毋过你有你的坚持，哦，用要安怎化解。人迄个硬心嘛，所以要谦顺，看别人比家己较好，也要欣赏别人，也要接纳别人。我想，当咱有这款的耶稣基督的心，温柔谦顺的心，你就要结出好的果子。因为人要对你的好所行来看出你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学生啊！特别伫彼此相听内面，咱搁较要安尼做。咱三竿头来祈祷，主，阮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是听阮的主，你供给阮生命一切需要，无论是伫物质上，也是伫阮的灵性上，你拢成做阮生命的源头。所以，阮的根基就是要建立起造伫耶稣基督的顶面，互阮会当每一日甲主同行，甲主结连，想你所想的，讲你所讲的，行主所行的，互阮会当有基督的款式来庆出迄个基督的香味，互人得到指夸，互人得到满足，互人得到满意。这就是有根基的生命。愿主赐福阮，互阮通过今仔日的领受，帮助阮无甲主分离，乃是当逐工甲主同行、同心来建立伫你。愿主赐福伫阮西湖教会
每一个当工，阮兄弟姊妹，互阮还搁咧敲吹阮的牧师的时，阮依然天朝的主，阮同心合意，求主赐福，来互阮的教会得到进步，互得救的人日日得到加添。愿你赐阮有这款的信心，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应答上帝话，咱来念回应信息第617首。上帝啊，伫你园内有百合花庆出清芳，世间虽有无数的芳味，我心独独羡慕你芳。上帝啊，上帝，伫你园内，互我正做一丛好树，定睛伫你活水溪边，结出你所喜爱的果子。请咱起念来念信息第617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极南执事甲玉洁执事来书献。请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今仔日感谢陈怡志牧师来讲道，愿主祝福陈牧师所做的工。第二，后礼拜9月14，
讲道是吴佩林牧师，题目是信心了解所有的代志。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3章16到23节。第三，本周查经基督会要改伫礼拜4 9月初1的暗时，后礼拜阁是会恢复到礼拜5。第四就是本年的亚华礼拜，咱定伫10月初2，地点是伫基督教芥菜总会万里孙理莲纪念营地的圣经文化园区吼。咱详细的迄个行程伫内底拢有写啊诚清楚。每一个人需要600块，600块是有包括迄个交通费用、保险嘛、午餐甲园区导览。那请兄弟伫咧9月20号以前向我来报名，咱报名费是200块，其余的钱是有互咱教会补助，请咱尽快来参加，来安排车辆吼。教界的消息咱自己来看。聚会活动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的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礼拜5查经基督会是暗时的9点半。即礼拜要查的是箴言第28章。本周圣工的事奉领唱是梁长老，书献是吉南执事甲玉洁执事，交代是文良兄甲贤忠兄，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后礼拜的讲道是吴佩林牧师，书会是梁长老，书琴是刘老师，领唱是于养兄，书献是我本人甲玉洁执事，交代是燕庆姐甲苏文姐，插花是我本人，清扫是素恩姐。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咱台语来读2遍，华语来读1遍。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的，也我踮伫伊的，就有结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的，就结果子济济。因为到我3年，恁就袂做啥物。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15节。咱互相来请安。咱来吟上吟的诗信诗第397首，信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咱起立来吟，吟诗了，请陈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恩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咱是愿徛伫咱家拄则迄首圣诗，佮显开下面才有祝福的册卷，咱做伙来纪念吼。然后我就来祝福祈祷，请咱做伙来，因为上帝，你就是阮的开始甲结束，求你做阮的出发点甲天堂目的地，也陪伴阮今仔日的旅程。求你用阮的手来参与你的创造。用阮的人生来带予别人，你赐予这世界的新生命，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愿徛伫，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大家伫个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切恳，常常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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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济灭道必会。